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新年恭喜！那么今年龙年台湾经济敢会好？会好，敢会是人人好？政府注重的，敢是老百姓趁有路？咱来听专家学者来辨明，来听好。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區德勝。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三位資深科技顧問張慶玉。朋友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到底今年的經濟龍年真正會良興嗎？台灣經濟研究院來預估，台灣2024年的經濟成長率是3.1%，比去年10月份預測的0.09%，在投資甲國外淨需求的加持之下，今年的台灣經濟有可能會好起來哦。不過，有專家認為，全球甲台灣經濟依然是充滿着變數，因為通貨膨脹，致使着買物件能力來降低，所得分配來惡化，攏會影響到咱全球貿易動能的衰退。短期來看，應該是還佫無啥變動。在終端需求疲弱、地緣政治風險加懸的情形之下，廠商路訂單明顯變較保守。2023年12月份，外銷訂單的金額是438億1,000萬的美金，年減16%。表現無像市場預期的遐好。預估今年1月份外銷訂單的金額會喺400億美金以下，年減幅度擴大，嘛引發國界的關注。台灣數落來經濟走勢，中經院發布2024年台灣經濟成長率是3.10%，成長的模式內需甲外銷表現攏也袂歹。台灣是以出口為導向的一個經濟體，是 AI 相關的一些伺服器啦，或者是晶片啊，這一些的一些出口可能會帶動一些經濟的一個成長。中經院認為講，今年國內經濟成長會由去年主要民間消費，轉做是投資甲國外淨需求，這兩大面向會予今年台灣經濟帶來成長。不過學者認為講，目前全球甲台灣的經濟要是充滿變數。未來1年之內，整個出口的狀況還不會太好啊。那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全球的這個需求，還是面對一個相對比較高的物價上漲的情況。許俊英表示，全球經濟結構目前是轉變了真緊，包括全球產業分工真深的台灣，都要謹慎來面對。景氣無好是經濟結構轉型的機會。大新金控頭橋的經濟學家李定武表示，大家對利率太過期待，對市場太過樂觀，是真危險的代誌。你可以看從通膨下降的速度，或者是從這個聯總會的態度，其實我們並不會覺得今年上半年有降息的機會。李定武提醒，今麥中國陷入經濟困境，無法度擱對台商提供經濟優惠的條件，未來百面會走向以商逼政、威脅施壓，台商真惡脫離兩岸政治衝突。而且5月20新總統就任進前，台灣會面臨歷史上上大的軍事壓力，台商都要為政治風險做好準備。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頭先看到這新聞大，你唔通驚着吼，攏咧講數字。今仔日這三位哦，攏真愛講故事，你都要注意聽。到底甲你個人的經濟、甲你個人的經濟生活有啥物關係？而且在你生活當中，你在觀察到啥物？首先，我來請邱老師吼，邱老師你甲咱講吼，到底譬如講3.15%啦，啊3.03%啦，這差0.0幾%。這對咱一般人的生活有差別無？啊，到底咱應該安怎來看這個數字？因為我想吼，民眾吼對這數字無啥物感覺啦。啊，就敢若講，咱即馬你講這通貨膨脹，講哦，即馬偌懸，啊，是毋是二類這個2%以下噻？伊都無感覺。伊即馬有感覺是講一碗滷肉飯偌濟錢？啊，本來一碗可能50塊，即馬變100塊噻。啊，囡仔人的學費我交會起袂？對啊。哦，大概就是這個，講剃頭像我之前去剃頭攏200塊以下，迄天講甲收買300塊，要收哦，起1半，對啊，哦，啊我等於大家講驚講，哈，迄即馬變遐尼貴，所以
真正通货膨胀是一个真正重要因素。我想通货膨胀吼，伊是一个这个年增率的概念啦，吼，就是讲今年的这个物价的指数甲去年比起来，但是咱民众的感受，伊就无咧插你，即马这个通货膨胀率偌济啊，他会在乎的是那个实质的那个偌济小计小安尼啦，还不价啦，所以讲今年来讲吼，我想讲，可能是这个经济的数据应该是袂歹哦，因为去年吼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数据较低啦，支持较低吼，今年应该是袂歹，就是讲咱头拄因为去年较歹啦，今年搁较安怎讲啊，跳起来较好。因为伊就是以去年为基础来本嘛。所以讲即马不管是头拄咱看迄中华经济研究院，还是阮大经院吼，搁一寡国外的研究机构吼，拢讲今年应该是3%起跳啦，是无问题啦，就是3%起跳吼。但是这个民众的感受就无共款啦，民众的感受会感觉讲，我薪水都无起价啊，薪水也无增加，但是物价那会变遮尔贵安尼啦。曹老师，人咧古早话咧讲吼，面粉起大地，起大价啦，愈食愈细地啦，钱共款但愈食愈细地。咱台湾今年敢会拄到这种情形？以目前来讲，咱的物价应该是算讲较稳定啊啦吼，因为世界各国包含着美国、包含着欧元区，差不多这个物价拢起到差不多讲，可能要甲起去吼，袂当讲完全无可能，但是有限啦吼。比如讲最近美国这个中央银行的因的联准会，因有宣布讲因无要，即摆还阁无要降息咧嘛吼，可能因会惊讲。目前美国的整体经济啊，甲表现了袂歹，伊甚至会惊讲，即个物价甲起起来袂。所以整个来讲，即个物价应该是算讲较定定啦吼，袂甲讲像过去一两年安尼一直冲。所以你要讲到咱台湾的经济，当然伫过去即当来吼，过去即当来，就像柯老师讲的，确实咱真侪民众面对着即个物价吼，上升房价的即个起吼，拢。过了吼，大家感觉讲较进步啦。但是你若要讲台湾伫即几冬来的经济表现了安怎吼？对2020年吼3%外到2021吼，它这个6%外，到2023和慢到2%，到今年上尾目前主计总处的讲的是讲它1%嘛。所以整个来讲，台湾的经济看起来拢继续咧成长，只是讲成长内底内容无啥相共，特别是伫讲疫情前几冬吼，其实咱一个观众朋友一定拢会感觉讲，拄则柯老师讲着讲，大家无感觉的原因是啥？因为过去确实咱伫即个整个国内即个疫情，虽然有哪像世界各国相共。有哪有受到影响？咱袂当正常咧上班，囡仔袂当正常去上课，吼，咱袂当伫外口的餐厅咧用餐，啊有真侪咧做食的吼，即个旅馆吼过了真正拢无好。但是咱伫出口的方面吼，我想即个张老师嘛相当了解吼，伫即个电子业即个部分是成长了足好，因为伫迄个疫情之下，产业的需求拄啊咱台湾的强项，所以咱就有法度继续来出口。但是这嘛毋是讲你想要出口就有法度出口，除了你有技术啊，你有即个好的厂商，你有即个好的人来遮客观的即个环境之下，重要的是讲政府伫即个疫情控制了袂歹，所以你较有法度正常来甲物件送出去，无特别像美国啦、像欧洲足侪国家就发生讲，我物件就运来无工人，是安怎？伊就得到即个武汉的肺炎，所以伊就袂当来上班。所以大家你会当去批评讲，咱政府一直咧讲咱的经济成长率遐悬，我拢无感觉。但是你袂当否认讲，虽然讲你无感觉，但是嘛是还有一群人有感觉。特别是伫电子产业，遮个人有感觉，遮个人有感觉，因嘛是小共有法度，因为因领的薪水若悬，因就有法度来遮个服务业继续来消费，所以对着咱台湾一寡即个服务业来讲，嘛是有真大的即个贡献的。你讲袂当伫餐厅内底用餐，伊会当摕倒去厝内底用餐啊，伊会当去买物件倒去内底煮食啊，所以伊有可能讲一部分的厂商一定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即个影响参世界各国比起来是相对较低。
好，但是伊嘛是互一群这个厂商嘛变了继续好的。好啊，当然就是讲，咱伫去年因为这个国内真正大家都较有感受到啊，因为你要订餐厅订无，你想要开钱拢无地通去开，所以伫这个情形下，你会当看到主计总处伊就有甲咱讲的，伊就讲去年咱国内的这个民间的需求是大爆发啦。但是我嘛要望，就是讲咱大家观众朋友若真正足关心咱台湾经济吼，较少去日本佚佗，较少去韩国佚佗，加伫咱台湾内底吼，国内消费吼，安尼我相信咱真侪观众朋友对着咱台湾经济吼变好会较愈感觉。是，张老师，他昨蔡老师也讲着，讲其实在过去这2-3冬之内吼，科技业吼、电子产品，甚至是迄个咧做迄个镜头的啦，做啥即种拢真暢旺吼。但是我嘛有听到内友讲，唔对哦，外口有一寡联动的产业抵触着台湾的某几个即个大型的即个企业开始咧裁员。这到底这个情形，你讲互咱听一下。其实你也讲吼，以咱台湾来讲的，种电子产业为即几冬来看嘛吼，就是迄个所谓需求嘛，因为疫情啊，大家拢伫厝里上课，所以大家咧讲咱的电子产品、电脑啦，还是平板，学生啊拢爱用，都伫厝里上课拢爱用到，所以迄个时阵有即个大爆发的即个部分。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所以迄个时阵前2-3冬，咱台湾规个迄个电子相关的即个产业，规个拢需求拢有出来，甚至于咱若去想进前原地迄个电动车的迄个晶片的部分，迄个时阵全世界的车厂，你各用抢的，佮拜托因的政府来，甲咱台湾的政府来，甲咱来关心这个看咱毋望讲咱台积电会当来斗做这个部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咱会当看讲，其实伫即几冬来，咱台湾这个电子产业半导体这个产业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另外就是平衡你讲的，就是讲，看到一寡咱国外的一寡大企业，为什么最近拢是一直裁员，而且迄个数量拢未，看到惊咧吼，足惊，而且拢真正是足济吼。其实因这伫国外，因这所谓伫矽谷这部分，这科技产业的这个部分这对因来讲，其实因的敏感度足高。所以今仔日啦，看到说，这个部分可能迄个获利无遐悬，还是无法度现马上有法度互公司趁钱。因其实本身因就是这个部分因随包起来，随家己包起来，随家己裁起来。毋过伊另外一段就是讲，伊也要真正要甲你投资的时候，伊嘛是随马上这个迄个讲叫大举投入。所以伊这个部分的变动是足大的。其实咱袂当讲干咱看讲。像即摆啥物公司即摆裁员，想会讲是毋是即个产业无好？其实无一定，嘛有可能是伊进前的时阵，在投资的时阵，因为伊投的时阵真正即个范围即个伤大，即摆小可收一个，较小可修正一个安尼，所以情形是较无啥共款的。这是安尼吼。是。柯老师，这若是安尼讲起来，咱到底人拢讲你台湾咧趁钱拢是这高科技业。这电子产业中亚的这个产业虽然有大商的回流啦，但是毕竟无这个，每一个中产阶级的人拢受到利益，所以才会安尼即摆执政党你才无得到这个票。咱毋是要检讨政治，咱是检讨台湾的产业的这个结果，敢有通在第一时间调整？这头一个，第二个，若是要调整，毋是第一时间。应该按怎调另外，甚至讲，产业敢会当调整的？产业绝对会让调整啦吼。那你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足侪年啊。吼，那我感觉讲台湾即摆问题就是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覆盖率无够。那无够的话呢，所以这厂商呢，伊就要做一寡风险的布局啊。伊可能讲一寡生产刷去东南亚，刷去南亚，所以说进前政府才有这个新南向的这个政策嘛，帮助台商做这个风险的布局。而且如果说来讲咱这个 FTA 这个覆盖率一直无够的话，迄资源不管是公共部门的资源，还是私人的资源，都会走去高科技。为什么？因为高科技有这个资讯科技的协定
所以讲这款物件，比如讲电子零组件啊、资通讯这些产品吼，伊当海外你无用吼，就免这个关税吼啊。所以讲这就是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啦吼啊。但是这有好嘛有歹啦，有讲即马好就是讲，譬如讲他拄啊蔡老师讲，咱2020年迄年是迄个肺炎嘛吼啊，肺炎所有的主要的经济体拢负成长。咱台湾3.4% 的成长，平2019年更较悬。为什么？因为这个电子零组件，电子零组件袂做好的，吼袂做好的。啊，但是呢，传统的产业其实就受到足大的伤害啦。吼啊，所以讲，你即马你他讲的这结构性的这个问题，吼，就是讲咱台湾未来吼爱想办法。爱加入这个区域经济的这个整合，好像 CPTPP， 哦，这即马政府咧拍拼，哦，那这个参加落了后呢，以后，哦，咱的产品但海外呢，哦，咱就变甲人比起来，咱就这个价格的竞争的优势嘛，哦，咱就变直安尼对这个汇率安尼斤斤计较，哦，这是主要的。老师，我甲你整理，你的意思是讲，如果咱有通加入到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的贸易的组织内面。咱国诶，即个台商，咱就免做台商啦，咱就家己来本土来成立工厂，成立着产业链，然后来互人会当来充分在台湾来充分就业，是即个逻辑吗？其实，那毋是讲因为咱台湾吼海外代工诶，即个比率遮尔悬吼，那一般来讲的话，咱的经济成长吼，要来即个渗透到咱的。每一个人的这个所得啊，吼，就会较直接。吼，比如讲，咱即马咱接单接较好的啊，但是有的生产是你东南亚嘛，吼啊，就是讲咱来当讲扩大咱的这个 FTA， 吼，诶，这个覆盖率的话，啊，你有的成长谈台湾，吼，那安尼的话，你就是你的这个成长加这个所得，吼，会较会当一致化。是，蔡老师，你的意见呢？我是感觉讲，当然有一个贸易协定对。台湾绝对袂减分啦，啊，但是有加分无，这是看加偌济。因为这个贸易协定我会当卖用啊。吼，讲一句较白就是讲，比如讲我去参某一个这个西班牙也好，啊是这个南美洲的国家也好，签一个贸易协定，啊我都无咧参你往来。虽然有签这个贸易协定，我嘛是用袂着。但是若要讲到主持人对遮讲到讲，确实讲这几冬来吼。真侪咱台湾内底诶，不管是厂商也好，民众也好，一定拢会感觉讲，台湾想要伫即个经济发展内底，拢一直集中伫即个半导体。但是其实咱真侪观众朋友嘛，莫袂记一哩吼，因为半导体遮重要，嘛是伫即3、4年来，嘛毋是伫过去20冬来，讲就较歹听，过去真侪中国诶厂商想要来学咱台湾诶厂商，甚至要来合并咱台湾诶一寡真好诶厂商。咱政府伫迄当时拢无出手来帮忙，根本就无可能有即卖讲，因为我经济国安的需求，所以我限制你来投资，我限制你来买卖。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咱的半导体是家己开遐大的时间啊，成长到今仔的规模，拄好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互全世界看到咱台湾伫即块方面的、即块产业的即个重要性。所以你讲，你要靠讲诶政府。有法度讲安尼怎？你结构性要转变，怎甲转变过来无？其实是足困难的啦吼。但是咱换一个角度来讲，因为咱的半导体对一间好的厂商开始，到即间厂商边仔有真济咧斗相共，即个供应链的即个厂商，大家若愈来愈强的话，咱伫每一地其实都拢慢慢发展起来。吼，今仔毋是讲敢若看到台积电即间公司，咱有可能咱看到咱的联发科，咱看到咱即个做镜头即个大力光，吼，咱会当看到足侪厂商会慢慢愈来愈好。当这厂商慢慢愈来愈好的时阵，你就袂当讲啊，拢敢若半导体尔，半导体内底嘛是有足侪厂商啊。只要这个厂商有法度甲咱创造好的即个就业，对咱台湾都有帮助啊。啊，重要是讲这个厂商因倒来咱台湾投资，创造即个就业以后。这个就业有法度伫咱台湾国内的服务业来创造需求，这是上重要。因为服务业会当甲再一次创造咱台湾在地一寡就业。所以像我拄则一开始讲，大家咱观众朋友若真关心咱台湾整体即个经济，你有法度感受无？就是爱大家爱互相，人讲相敬啦，吼。你今仔日望讲即个台湾的经济好会好着你，你嘛是得爱加一寡消费伫咱台湾。
吼，加买一寡咱台湾家己本身的产品，毋是讲咱的产品无好，咱的产品好，只是咱的产品贵，所以有的人会怎啊走去买中国的物件。啊，事实讲，咱台湾的物件本身就做了袂歹，安全的问题嘛继续无问题。所以伫即个情形下，我是感觉讲，要创造甲即个产业吼，莫过度集中。即马我想赖清德副总统。未来伊嘛有讲过嘛，伊伫即个竞选时嘛有讲过，伊要创一个护国的军山，毋是干那一粒山尔。蔡老师年代吼，我可能要请曲老师小等来到底来大解者，就是讲，敢有一个国家吼，第一级的产业、第二级的产业、第三级的产业，通通拢有啊，拢无问题吼。敢有即种国家吼？那这敢有？这个方面其实就是拄则，其实曲老师有讲，咱有一寡厂商就会当免出，但是嘛有一寡厂商伊非爱出不可，是安怎？因为台湾都无遮俗的人力，无遮俗的土地，通好互伊甲去使用啊。所以伊若甲要做安尼的物件，伊就被迫来去其他国家。吼，所以像伫咱台湾来讲，其实你若有法度会当应付咱台湾本身，台湾本身劳工的这些薪水的这些厂商，通常你的品质拢会生产了袂歹，所以你若要做高品质的，你就会当留伫台湾。所以台湾绝对无可能去留住所有的厂商。咱当然会当伫每一个产业内底，尽量甲这个产业内底留落。嘿，咱莫讲轻较好，较关键的。吼，较关键的、遮重要、遮尽量有法度家留咧。但是唯的人，伊就是伫咱台湾，比如讲，咱若一寡做螺丝，嘛是做啊足好的，即个公司、遮个工厂，你莫讲伊请无人，伊家己的第二代就无想要接班啊嘛。所以这是咱台湾中小企业，还是讲日本真侪国家的中小企业拢面对的，家己本身就无要接班啊，你更加莫讲你会找无人，所以。欠工这个问题，伫咱台湾确实有咧发生，但是这是因为整体的这个经济环境咧改变，互大家选择对咧做改变。因为过去真侪咱台湾的厂商，咱台湾人会拍拼，互台湾的经济慢慢变好。变好以后，大家会想要学一寡艺术，会当学一寡音乐，所以你大家这个人才会慢慢对其他方向去发展，所以伫这个情形下，要甲所有的产业讲拢要甲留伫咱台湾，要甲第一站的、第二站的、第三站拢留伫咱台湾，这是绝对无可能的。张老师，你稍等，我请曲老师来做一下补充。你认为咧，敢有可能讲安尼搅安尼？其实我完全同意这个蔡老师的看法啦，因为阮经济学讲资源有限啦，那资源有限吼，那所以讲这个生产吼，咱爱跳起来看，就是讲爱看规个区域就是讲爱经透过这个贸易啊吼，还有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比较利益、比较的利益吼，来达到这种的资源的最实的回填支流啦。嘿啦对啦，你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嘛，比如讲人喺菲律宾人做搞唱歌，你看外国的 club 迄一寡迄款 performer 拢是菲律宾啊，你甲要台湾人你要甲伊拼，迄就无法度嘛，因为迄毋是咱的专业啊。啊，但是讲，譬如讲咱台面高科技，咱的这个技术，吼，一寡东南亚国家可能嘛对咱袂着啊，啊，所以讲就是爱这个资源配置啊，人尽其才。啊，咱台湾上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啦，吼，所以讲我就用这个技术，吼，这个方面来讲者。啊，那你无可能讲，你甲遐菲律宾迄人做个表演的人去这个百老汇去甲伊唱迄个角色，无可能嘛。啊，这个意思哦，张老师，他蔡老师也讲着讲。高科技产业啊，电子产业吼，敢若火车头会带动，譬如讲大立光啦，也是联发科啦，也是其他的产业吼。台湾即摆即个经济由台积电开始带动，其他还有其他什么产业吼？咱毋是要报股票哦。张老师，你小甲咱小点者。其实吼，咱即摆较热门的是半导体啊。啊，毋过其实咱若去想哦，因为半导体是几十年来，啊，其实咱台湾为一开始的电子产业，哦，啊，甲所谓 ICT， 哦，电脑，迄个 notebook， 到后来所谓面板，哦，电视显示器这面板这部分，啊，甲太阳能有诶无诶，哦，其实这十几年来，20年来，其实所谓伊这所谓较热门需求的，较这产业其实拢是甲半导体有相关啊。哦啊，其实咱这咧讲的就是讲，啊半导体虽然讲咱起来啊，
唔是讲其他产业就无去哦，这个部分是绝对无啊，因为伊是应用伫逐种无共款的所在，包括应用伫咱即马大家咧用的手机啊、电子产品哦，甚至 AI 啊，甲所谓伊这我要做即个半导体的制定，我得爱设备，我得爱检查。即个检测风测的设备有诶无诶，这规个所谓规个生态系即个部分，其实是咱台湾是规个所谓产业拢会做好扭起来。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吼，就是讲咱亲像因摆较早台积电一开始无遐尼出名的时阵，迄个时阵佮属 Intel 的时阵，咱一开始咱就是爱先学嘛，咱爱学的时阵，啊我就是爱你用什么设备，啊，我就用什么设备，啊，我就是慢慢对调变做。所以一开始咱买的大部分拢是美国的设备、日本的设备，啊，无就是欧洲的设备。去外口咱一开始无连这个技术做这个设备的厂商都拢无啊。啊，即马慢慢啊，咱台湾慢慢愈来愈迄个，即马是全世界上强的。所以台积电伊出口去，不管去美国、去日本、去德国。伊所谓毋是干那台积电出去尔，咱亲像咱看的，就是讲伊去日本，啊，还是伊去美国的时阵，毋是讲干那台积电一间过去尔，伊所有相关你制造这个设备的部分的公司，哦，啊，甲供应台积电，哦，咱讲的这一寡迄个气体，哦，也是一寡特殊的化学用品，这相关的这公司嘛是拢爱做伙过，啊，无你干那一间公司过尔是无法度。做出来这晶片的部分，所以伊这变成讲包括咱规个台湾这所谓相关这个公司、厂商、供应链，全部拢甲提供起来啊。因为原底敢若会当用国外的厂商、国外的设备，啊，毋过即马咱台湾的这相关的这公司已经有法度带动起来。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咱若来看这整体的部分，其实是拢提升起来啊。是，那张老师他讲的一点吼，代表着咱半导体在咱国的这个产业当中是算作是一个带领头啦吼。但是在全球的产业链中间吼，因为还佫有变数啊，即马这车辆啦，甚至是这军工产业啦，啊，甲美国甲中国的对抗啦，到底这个半导体在未来这一年？有可能产生什么变化？曲老师，你认为？我感觉未来吼，可能会当看好看到2030年。哦。为什么？因为这个 AI 吼，这个需求也是足强的吼。你若敢若看目前的话啦吼，这个 AI 的应用有你的 AI 的这个个人的电脑、AI 的手机啊、电动车等等吼。啊，目前的这个。所 AI 相关的这个半导体的产值吼，已经加10%吼。啊，未来呢，因为这个渗透率会搁加悬起来，因为伊爱用的这个应用会愈来愈复杂，吼。所以讲，即马一般看中长期吼，应该是拢前景足好的，无对。哦，这在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台湾，拢是安尼嘛？目前当然，因为你看这个 NVIDIA 啊，迄个头家，哦，伊特别来台湾啊，找这供应商讲的，迄股票就拢大起啊。吼，咱在台湾，因为咱替伊代工，吼，啊，搁替伊做头拄仔讲个方式嘛，吼，这部分其实伊即马这个 AI 发展，还是足需要台湾的这。唔是干那台积电呀，所有的这个协力的这个厂商的这个技术，吼，其实拢食会到啦。啊，所以讲，我感觉目前这个 AI 的这个做了这么强的这个需求，吼，那我看一寡外口的这个报道，吼，拢讲会当上无看到能见度，吼，会当到2030年。啊，这后面敢有对比？后面当然是要对比啊，因为即马就当然是包括 Intel， 包括这个韩国的三星，吼，拢是要用足大的这个投入来甲你拼，对无吼？啊，所以讲啊，咱若要继续哦，这个保持这个优势吼，就是人讲爱提升供应链位阶啦，吼，爱不断的投入这个研发，吼，互咱的这个技术吼，甲其他的这个甲咱的挑战者会当距离拉开。好啊，这才会当保证讲咱继续在这个方面的取得这个领先的地位。蔡老师，你安怎看呢？这2032年啊，佫会当领先？
伊讲302啊，302。这我是较无法度像柯老师看啊远，可能我的数目空看，或者看啊远的无。若要讲到拄则主持人讲到讲，咱这个产业吼，其实大家当想到讲，拄则柯老师讲到讲 AI 是目前看起来是整个世界嘿，大家拢真看重的一个物件。啊，那安尼的话，你要将你的产业甲分散，这是更加困难的。因为未来的产业，大家一定是往迄个上有利润的去拼嘛，上有未来的去拼嘛。所以你要甲这个整个的产业要甲泡散，迄是真正足困难的啦。所以这是第一点啦。第二点就是讲，主持人讲着讲，拄则提着讲，这个美国的管制有无？这个科技的管制，伊若管制愈来愈严。就我家己本身安尼观察，伊伫一开始伊是甲对上重要开始来管制嘛，因为上重要，迄你完全毋免观察，你就知影讲这是未来上重要，所以我是一定爱随管制。但是大家有发现无？就是讲即马随着伊的管制一段时间以后，伊对着这新式的、这个传统的这制定的物件嘛，开始咧管制啊，因为伊知影你会甲这个传统的这制定，摕去做其他应用，对啊，对啊，摕去做其他应用，不管是伫武器也好，伫其他的手机啊应用也好，拢会威胁到这个整个国际的这个安全嘛，经济的这个安全。所以美国的这个管制会愈来愈严。所以随着这个美国的管制愈来愈严的话，咱也到真侪厂商伫这个中国咧设厂，因都爱家己爱较注意的。我相信大家嘛是拢带咧等啦，吼啊。当然，对着中国政府来讲，伊会讲伊的经商环境一直想要甲用好啊，伊的经济安怎甲用好，不管伊伫国内安怎宣传，但是即几工啊，就是讲伫即一两礼拜来看，大家当看到讲，真侪国际媒体拢咧关照着即个中国的股市，对无？所以我一讲，主持人就知影，就是讲啊，你的政府甲我讲，我的经济足好的，我伫去年的经济成长率有法度到5.2%。啊，想到你的股市会落到即落型，想到会落到即落型，市场无信心。啊，市场无信心，买啊，长期买啊，因为安尼宣传相信你的，无法度接受着外口的即个资讯，即个中国人，即个中国的投资人，即个香港的投资人，因怎变吊车吊伫遐？啊，会当走的，人早就走了了。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中国的即个部分就会愈来愈歹嘛。啊，中国的部分的愈来愈歹，对着咱这科技业，咱也继续讲有甲中国看做一个重要的市场的危险就会愈来愈大。但是伫即几档来，确实咱台湾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厂商，咱莫讲因对中国刷出来，因的讲法拢是讲我伫中国以外其他来设新的这个产能。所以只要这个产能会当慢慢啊建立起来，啊，或者系其他的国家。不管是南亚的国家也好，东南亚的国家也好，甚至咱台湾家己本身的产能拢建立起来了，我相信经济的成长会重新甲等于过去迄个较好的时阵啦。袂伫即马大家感觉讲我有哪爱甲伫中国爱有一寡产能，所以我中国政府的政策我嘛爱配合。但是我感觉这个供应链拢建立完成了后，我相信这个经济会当甲慢慢啊等于原来成长的这个路线。是，张老师，咱就知影讲吼，中国即马经济长咧歹，而且是短期间看无会当爬起来即个分子啊伫个吼。但是因的电动车咧，因的电动车嘛用到真侪晶片啊。啊，即两天传出来消息嘛，讲真歹，真歹，更较歹。你安怎看晶片在中国的电动车的运用，乃至到因的未来的市场？你也讲像电动车，因为即个部分其实。伊一开始发展，甲这先进国家相比来讲，较无落差遐济，所以因咧发展的时候，一开始咧冲得足紧的。所以咱进前咧看讲，甚至比亚迪大陆的比亚迪，甚至伊的销售量已经超过特斯拉。所以伊即个量等于讲，全世界咱来看电动车的部分，伊是全世界量上济。啊，毋过即个部分内底。其实有足侪，伊是伊的本身的补助，甲伊本身补贴的部分，甲伊本身伫国内的制造的时候，伊即个对即个电动车的迄个定位，因的介绍就是较俗，所以就是讲，伊相对伊的销售量就加足济。啊，另外即个部分就是讲，你咱即个电动车，咱虽然讲用着这晶片，啊，问题就是讲，伊即个晶片即个部分用的。
嘛是，所以讲咱咧讲的讲车用晶片这个部分，伊是会甲咱传统的这个车油车相比，哦，我用足侪量。啊，毋过问题就是讲，伊遮足侪量的部分，共款咧，咱内底就是讲晶片内底分做较先进的、较成熟、较成熟的、较成熟的部分。啊，毋过这个部分，迄个先进的部分，伊共款嘛是受到这个影响，无法度去杀掉。所以本身来讲，伊的电动车一寡功能啊是啥物货，可能就无法度想甲讲遐尼哦使用和这所谓。车主、车主在使用起来，可能伊迄个使用体验、迄个体验就较袂遐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啊，因为当初伊迄个补贴足济，啊，毋过即马补贴愈来伊个慢慢减落啊，所以咱进前甚至伫旧年嘛看到讲，一寡电动车已经变成所谓电动车的坟场，哦，就是讲因为太济啊，拢一寡拢因为迄电池是足重要的部分，我电池即个充放电即个部分。结果受到这个寿命的影响，所以变成讲，可能就是有一寡报废还是啥物诶。这部分其实拢是伫即马大陆来讲，伫电动车这部分拢是需要去注意观察的部分。是。咱他一直讲到吼，美中台三方面吼，啊，美国人可能头早蔡老师也小可讲过吼，美国的商务部吼，讲公布2023年经济成长2.5%，吼。美国的消费的支出真强啦，劳动力的市场嘛阁有韧性，通货膨胀啦所缓解，所以呢，2024的经济吼会 soft landing， 意思是讲虽然的落降，但是无降到遐 steep， 但是今年咱也知吼是美国的大选年吼，老师你预测到底因的经济会对着？甲中国的政策有转变无？还是讲事上来选举年拢袂讲来做真大的转变？乃至到讲对着牵连到咱台湾的经济情形呢？你的预测？较早美国选举吼，伊若准做讲经济无好吼，选无掉的最近两个例，一个是老布希，啊，一个是这个川普，吼，就是拢因为经济无好，啊，无法度连任。好，所以讲美国要选举吼，这个总统绝对现任的总统绝对爱将经济创好，这是必要的啦。吼，那你讲对中国的政策，伊即马就是你对中国你讲像较早克林顿迄个政策都无选票啊，吼啊，所以讲伊即马伊也是不管是这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一定也是会收掉，对无对会收掉，吼啊收掉就是他拄啊张老师讲嘛，你即马喺中国都摕袂到。较先进的晶片啊，所以讲你讲伊个电动车要发展咧代，就是会有一个瓶颈伫遐啦。即摆佫后湾区佫个调查是毋是有倾销咧？啊，你头下讲 soft landing 吼，我感觉今年吼，这个拜登一定会尽伊所有的能力，互伊 soft landing。哦，你若哈 landing，伊可能就是要个 landing 都困难啦。你若讲照较早迄个例子来看吼，啊，伊就可能真困难啦。所以我感觉讲 soft landing 的可能性，毋是即马干那迄一寡机构咧讲，咱看最近迄个主要的迄个国际预测机构啊，吼，拢上调美国今年的成长。哦，伊就是讲，去年因为迄个服务业足好的嘛，吼啊，这个出口无好啦，制造业无好，啊，但是我那有2%多的经济增长，啊，因为支持管所以今年1%多，啊，但是呢，目前来看，大家拢上修，所以讲 soft landing， 我看是这个机会是应该是真大来讲啊。是，蔡老师咧，我是感觉讲，未来讲美国的经济讲的是不是 soft landing， 我是家己较保留啦吼。啊，保留的原因是因为讲，虽然即马看起来美国的数字拢袂歹，但是其实咱若咧看即马美国的劳动市场也好，伊整个的经济结构也好，其实甲过去疫情进程是无啥共的啦。或啥咱安尼讲，就是讲伫疫情这段时间，确实美国嘛有真侪厂商就怎倒盐吼，无法度继续生产，有真侪服务业、真侪即个旅馆拢无法度继续来营业，所以整个的即个就业的即个情形吼。参较早已经有无共啊。比如讲，像咱伫台湾来讲，咱讲到咱的就业真好，但是咱的就业其实咱嘛有真大一部分变成外送的，才会平台，才会就业去啊。所以就业的环境是无共的。啊，你要讲
这个美国伫这段时间，美国的联准会甲利率调啊较悬，完全无人会受到影响吗？其实这是无可能的嘛，对不？所以一定有的是会有伫什么种的产业。那伫过去这啊，个是较传统的这个产业，伫这几档来，伊毋是像 AI 这个物件的这个产业，伊就有可能会受到足大的影响，因为伊的营收是会慢慢减伊的，但是伊的成本继续较悬。所以长期尾啊，一定会对因这个产业，对因这个产业内底就业，对，一定会造成影响嘛。因为比如讲，咱伫前一阵啊，咱就会看到讲美国有真侪商业的这个办公大楼，因就慢慢有出一寡问题，因为就业的环境，大家工作的环境拢开始咧做一个转变。所以过去这个有价值的物件，是毋是也有遐有价值的另外一个问题啊？无特别发生像去年美国有一寡银行。因着经营有出问题，这个现象啊，因为有出问题，所以美国的联准会就爱随家己去救。所以对着大家唔通看讲啊，即马经济那像维持了袂歹，啊，就代表未来袂歹。即马袂歹，咱爱不一定代表以后咯。对，咱爱较谦卑的，就是讲哦，感谢讲即马较袂歹，但是伫未来会有较大的变化无？唔知影。但是伊若伫过去，伊若伫未来即半冬，还是甚至讲8个月。拢啊，甲经济维持了好，我相信伊就慢慢整个怎转过去啊。啊，对着联准会来讲，伊就无需要讲遐急要讲甲利率降落来，因为伊要甲利率降落来是烦恼讲利率遮悬的话，会造成伊的厂商造成伊的就业出问题。因为我想要维持较悬的利率，是要互即个物价莫起较悬，互民众过较好的嘛。但是民众即马啦，因为足悬的利率，互民众拢过较歹的话，互厂商无法度继续经营的话，对啊，所以伊就爱甲利率甲降落来。所以咱唔通看到讲，啊美国的联准会无要降利率啦，你就对未来无信心；伊无要降利率，你就爱对未来较有信心，因为代表未来袂歹，伊较袂继续去降利率。所以无一定敢若会当注重着单一的因素啦，吼。是。啊，这我来请教着钟老师，因为他在柯老师有讲，至少甲2030年，吼，这个不管是这个半导体也好，经济也好，应该是拢会来真有希望吼。是。那即马是2024啊，吼，2024还佫6档。那即马是拄啊好小学毕业啊，国中1年，伊6年了后，伊可能来开始就业哦。你认为吼，即马开始一年国中1年生，还是2年生，还是高中生，应该有志一同来行半导体这条路呢？还是像钟老师安尼行电机，行，啊，再来看办事，啊，再来转？你和这个少年朋友有啥物建议？其实咱若讲像所谓的，我拄当讲的，其实这10几年来，其实所有这热门产业，你也咧讲就是讲，其实甲电机相关呐，甲半导体相关。啊，其实阮若咧讲，你讲哦，大学研究所咧学的这个部分，其实拢是像咱咧讲的，就讲光电、电子、半导体，甚至甲这所谓AI。这其实拢是你若讲伫台湾大学来讲，拢是讲拢是电机学院内底迄个科系研究所的部分。所以其实伊这你若讲，其实为这个方面来学来学习的讲，其实这学问拢相同的啦。哦，啊，其实你会当讲，假设你对这个部分有兴趣，你当先读。所谓工程相关、理工相关的这个部分，啊，你会当慢慢较过来讲，你可能对电子有兴趣，对所谓 IC 设计有兴趣，对这一做也是对讲，咱这对 AI 有兴趣，哦，因为这内底伊这个范围足宽，你会当慢慢较过来看，慢慢来迄个来。啊，那像 AI 人工智能呢？是，咱若讲，因为大部分的人吼，尤其像即马拄来柯老师嘛讲，即马 AI 真正是拄啊开始呢哦。哈。大家在讲 AI 吼，其实伊只是一个，咱咧讲就是讲，伊是一个演算法，伊是一个应用。啊，我要应用伫什么产业？其实唔知呢吼。伊会应用伫所有的产业。咱即马在看就是讲，我应用伫所谓智慧家庭，吼，厝内底会变做互迄个更愈侪所谓这更方便，吼，还是迄个。一寡相关的应用，应用伫迄个智慧家庭厝内底、智慧城市，工厂内底，
啊，甚至于讲，咱咧讲的讲手机啊，咱个人的消费产品手机啊内底，也是讲电脑这部分，其实拢是即马较拄啊开始咧做的部分尔。真正我认为讲，即个部分真正杀手级即个应用还未出来，还未出来，因为即马咱咧讲的就是讲，咱即马咱讲所谓即马三星最近出迄个 AI 手机啊，吼，咱看到的功能只是讲从咱即马一寡原地伫所谓即云端咧做的部分，溜落伫手机啊做，吼，啊，毋过伊即个部分的所谓功能，啊，甲真正的迄个真正，互讲哦，互咱感觉讲。对咱的生活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我感觉这个所谓杀手级这应用还未出来，还未出来。所以少年朋友还佫有通努力的空间啦吼。这个部分啊，只是讲因摆咧学的，甲咱即马无共款。我因摆就是讲哦，你也袂晓写程式，你就根本你对写程式无兴趣，你就无法度，你就无法度入来这个门槛，这个专业的这个科系，即马无共款啦。即马程式你嘛唔免写。你问ChatGPT，伊当家己写，所以因即马的少年朋友，其实更愈重要的是，伊爱会晓家己晓思考，伊爱家己思考讲，我到底即个物件，要安怎去，所以要安怎去甲人的应用之间即个沟通，我要安怎去，就亲像咱咧讲的讲，我甲ChatGPT要对答，要安怎产生我要所爱的物件，咱一般人唔知要安怎落即个指令。这个提示化，你就问袂出来。嘿，你问出来，伊可能回答的就是，你感觉讲啊唔对，啊是唔是你买的，你就感觉无遐好用。啊，毋过其实你也有受过这个，有去学过这个物件，你得当知影讲，这个物件，伊即马这个 AI 是非常非常的，你会当下非常精准的这个提示用语，得当讲互 AI，互你更愈有效率，会当产生你所谓物件。学习安尼。对，啊，这个部分。其实是即马少年朋友因爱学物件，因为这是即马上界新的，啊，你也袂晓，甲会晓，这中间就差非常非常。哦，所以少年朋友来我听哦，是上要一趴吼，要请教两位吼，因为今年应该还佫有一个真重要的议题啊，就是中国的 ECFA 甲咱的 ECFA 到底会佫再继续也无继续？那如果上不给，就是讲啊，ECFA拢无啊，这到底对咱台湾的冲击是会安怎？老师你认为？因为 ECFA 吼，其实签的第2年开始吼，咱中国对咱台湾进口的这个石化、运输、机械、纺织的农渔产品吼，产值都逐年减少，吼，无断哦，但是每一年拢较少，为什么？所谓红色供应链，因为中国是安尼，伊扶持伊家己的企业，吼，伊有这个技术，伊就无需要家己进，吼。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签这了后，一寡台商，吼，伊就去大陆设厂嘛，吼，所以讲伊就当地生产，所以讲对，吼，所以讲即马这个其实对咱占咱所有出口的经济部有算过，超过3.2、3.4%，吼，即马伊个。自今年开始完蛋，就是迄个石化内底有12项嘛，吼，伊甲你取消这个优惠关税，吼，取消优惠关税了后，吼，这部分会阁减少，所以讲，目前来看，它就是反映个数字，吼，对咱的总体的经济的影响其实是无大啦，但是影响到啥？影响到遐相关遐业者啦，所以讲，你看伊。甲你禁几项啊？你政府你都爱做无用的去压大遐个业者，所以这 CP 值对伊讲足好的啊，足好用的，所以伊袂甲你等。我来判断吼，近期的未来，中国大陆袂甲你等ECFA，伊继续摕这一项甲你刁难。就是过去敢若干碟片吼，掠到迄个电工1号吼，慢甲你补这个甲你补安尼，补一点啊。因为伊无需要啊。伊无需要进你这技术啦，伊即马需要进啥？是你这台湾的精品，在 ICT 产业，这是伊爱的，所以伊唔敢甲你禁遮呀。你看伊嘛是迄个 ECFA 签了后吼，伊对咱台湾的 ICT 的产品的进口吼，逐年增加，一直增加，ECFA 逐年减少，多2条线呢，足明显的。
哦，啊，毋是开口笑就对啊啦。无开口笑。哦，所以其实真侪人唔知影，掠即讲ECFA真正会扯落台湾的经济扯落，其实唔是安尼。其实伊这ECFA目前我感觉伊最主要伊啊，毋听起来敢若矛盾呢啦，伊用途是安尼啦。啊，若个咱两岸签这ECFA，其实是这个 GATT 第24条，第24条有规定哦吼，你若两个 WTO 的成员要签这，你爱 cover 所有的产品，而且呢，你爱谈一定的合理期间爱完成。啊，即马早就超过3年，10年啊，10年对不？吼，啊，搁这个产品即马嘛，敢若这5大项的其中的一部分尔。所以早了唔是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啊，早了唔是啊。啊，这个唔是自由贸易协定，这其实有一个难处吼，就是讲其他的 WTO 成员会当甲你控诉，因为你进前过去迄几年啊吼。你两岸这个贸易，你两个拢会好，其实影响到因的这个所谓的优惠，啊，所以讲伊其实会使甲你控诉，所以这个 status 吼，足奇怪，真复杂的，真复杂啦。蔡老师，其实ECFA 这个物件，我相信伫这几冬来，对着咱台湾的经济内底已经是一个真重要的议题啦吼。啊，当然咱观众朋友嘛当思考看卖是啥物款的物件，咱伫一般的商业的交往内底、往来内底，啥物款的物件有法度伫一开始就放入去这个所谓的清单内底，会当互关税的这个优惠，一定是爱有够力的嘛。吼，你爱有够力，你有法度参中国安尼来谈判，所以拢是这大厂商、这集化业者较济，所以要对着这集化业者来影响的话，伊若因为 ECFA 取消，伊就会受到伤害。我相信这集化业者袂徛遮久啦。吼，第二点就是讲，咱真侪卖过去的物件，其实有享受到这关税优惠的物件，拢是因家己内部。吼，比如讲。这个曲老师，伊是伫中国厂的厂长，我是伫台湾厂的厂长，阮家己拢伫共一个这个公司下骹集团内底，所以我是袂互伊。所以中国啦，今仔日对我关税优惠甲取消伊，是互阮公司的利润会减少伊尔，并袂造成着咱整个台湾的经济讲会发生啥物问题。第二点就是讲，今仔日中国啦对我卖过中国的这个关税优惠甲取消伊。中国嘛有可能甲去补贴伊啊，讲啊，我安尼做生意的影响，我甲你补贴一寡，我主要是要针对恁台湾的政府，毋是要针对你。第三点就是讲，咱观众朋友会当想看嘛，你有法度做生意，啊，一天到面对着你咧生意往来的这个对方，一天到毋甲你讲，我当初是甲你讲的条件，我无要遵守啊。安尼咱当初是讲客户要创啊，客户毋得加讲的。所以伫这个情形下，其实我相信咱拄则一开始，真侪观众朋友，那像主持人，那像曲老师讲的讲，咱对经济成长哪有无啥感觉？其实咱对有ECFA无ECFA，真侪观众朋友嘛拢无啥感觉。啊，拢无啥感觉，咱绝对袂当看到乌影就开枪。食饭对人咧会烧，这个化学就是讲，看人讲啊，会有影响，你感觉有影响？到底有啥物影响？咱会当看到中国的股市落啊到下落啊这个程度。你甲对中国的股市、对中国的市场有啥物愿望吗？你若有愿望，你就参与股市的行的路线，就完全就无共款啦。所以伫这个情形下，就是讲中国家己本身因家己的市场已经慢慢咧衰退啊。第二点就是讲，中国确实伫这10年来，因有足侪厂商嘛，拢会当生产产相共、较类似的物件，所以这个市场。其实是非常非常竞争，啊，就是因为非常非常竞争，大家开始足烦恼，去互中国甲你取消1%、2%这个关税优惠，所以真赚就赚迄1-2%。啊，你较赚就赚迄2%，啊，你会烦恼讲，这个厂商会对咱台湾造成啥物伤害吗？拄则曲老师有讲到讲，虽然咱两边伫这个早收清单内底有这个关税优惠的这个物件，金额可能无足大的变化，但是伊的占比是愈来愈加到3%几啊嘛。是安怎呢？因为咱伫即几冬来，咱会看到咱卖去中国卖足济，卖啥物拢卖晶片。所以咱毋只会定定讲，有的人会摕这来做文章讲啊，你卖遮济去中国，所以你对。咱爱靠伊食枪。对啊，咱爱靠中国食枪。啊，咱真正爱靠中国食枪吗？毋是嘛，是因为足济即个厂。工厂拢也甲伫设伫即个中国，也未刷出来。即马慢慢一寡刷去越南啊，刷去印度，刷去即个 Mexico，吼啊，有诶转来咱台湾啊。
当这个厂人慢慢起起来，咱台湾的物件就无法度，你想要卖去中国嘛，无法度卖，因为中国都无这个厂会当甲你淡薄甲你组装起来。这到时阵变安怎？你们无？所以到时阵慢慢啊，中国已经慢慢啊变做唔是一个足重要的议题啊，慢慢啊变做一个足大的一个问题。足大的问题就是咱即马看到中国股市整个的这个走向。就参世界股市拢完全无共款，因为伫即几冬来，虽然我承认讲，咱即个资金会对即个股市造成影响，但是咱拄则讲到美国咧起利率的时阵，大家是拢甲慢慢啊甲即个利率甲扭啊悬。但是中国佫继续咧甲利率降低，所以伊的资金是比咱台湾、比咱真济民主的国家加足济，但是伊的股市竟然有法度甲比咱行较歹，行较歹就煞，伊竟然敢是落啊足济，所以伫即个情形啊，就会当甲再次证明讲，中国的经济确实毋是遐好啊，所以咱毋免遐烦恼会发。